讲起来，做即个影片是真硬斗、压力真大的一个决定。我毋是生性爱甲人嫌，我嘛无爱讲人的歹话。世界若太平，我甘愿规工9点厝咧拍电动，嘛袂见出来目遮有诶无诶。你讲我骂人，观众无爱看，会失去支持者。我知，我拢知，实在遮话我无讲袂用诶。即句话我自前年7月买票看煞了后，就想要讲啊。煞拢想着就会胃啦，怎闪两冬？想讲伊若无搁搬，我一寡歹听话嘛就免讲啊。想袂到伊嘛是搁出来骂，互我无底闪。Spoiler alert! Spoiler alert! 下骹剧情有出破，请注意。下骹剧情有出破，请注意。一直到结局上尾迄20分钟进前，乌出剧情其实嘛无啥物大问题，就是郎才女貌、父母反对迄款恋爱戏会闹出头。台语甲台语电影就是背景的设定尔，无影响着啥。毋过结局若甲看透尾，煞变做是一出是非错乱、天地颠倒变，甲市民者抹粉点胭脂的傲戏。这一切拢着爱为迄个将军来讲起。乌出角色上主要敢若设定2种出身，一边就男主角遐台湾人讲台语、拍台语电影，尾后互政治力量来强迫该拍中国语电影。另外就是亲像女主角迄边49人讲中国语，毋过伊为着伊的名声望学台语、搬台语戏。所有的角色当中有一个上界特殊的，就是女主角因老爸将军。安怎咧特殊？规出戏敢若伊一个人自头到尾拢无开喙讲别人的语言，这是一个真鲜明的象征。将军就是权，安怎讲？语言就是政治，语言就是权。敢若手头落权的人，用咧叫别人讲伊的语言，无人用咧叫伊来讲别人的语言。亲像日本时代，日本人走来占台湾，嘛是逼咱台湾人学日本话，毋是叫讲遐日本人来台湾就爱学台湾话。将军就是威，就是权，亲像日本时代的日本人。啊，那女主角咧，伊嘛49人啊，伊嘛讲中国语啊，伊敢无代表权力？有。伊当然嘛代表权力者，伫中华民国所设计的社会体制当中，伊完全是用咧安尼。贯穿大汉，读中文学校，用中文做公务员，也是驾册，嫁一个中国军官，安尼来到别人的土地，煞毋免讲别人的语言，就安尼一世人顺顺啊过，爽爽啊过。毋过伊煞毋忙，伊选择要离开迄个用咧互伊手不当三宝的家，去学戏，学别人的语言。过艰苦日子，追求伊心目中的艺术甲水。而且咱暂且莫讨论讲即款追求嘛是一种特权。伊放弃一切来追求伊的理想，而这就代表市民者的善性。将军老爸代表市民权力者的恶，戏弹查某囝代表市民权力者的善。因两个一个善，一个恶，所互骨肉亲情来绑做一伙。即款的对比，即款的军甲，正正就是咱。乌出前半出好看的银弹，毋过前半出看了欢喜欣赏的气氛，所拢互结局拍歹了了。结局是啥？将军大魔王决定要接受因查某囝的志愿，决定要做一个好老爸。伫因查某囝主演的电影当中，扮一个有关是全中国语的角色，这就是因的欢喜大结局。是。你无听毋对，我嘛无讲毋对。这出戏以台语电影《红迫害》做时代背景，戏出来有一个明明应该为遐迫害的恶行来负责的恶人角色。剧组所认为加害者拢毋免负责，伊若做一个好老爸，伊迫害台语电影者的罪恶，就拢会用咧原谅。剧组伫遮犯的错误，是要以小善来砍大恶。袂输讲，一个人若是好囝婿、好老爸。伊杀人放火，就拢免负责。咱若一时也傻无，请听我讲一出美国电影来比拼，看外国人是安怎处理这款士大做歹人、子孙做好人的主题。伫遮我要借用的文本是我甲阮查某囝看40多摆的经典囡仔出《Frozen 2 from Disney》。士大做歹人，子孙做好人，这款主题做戏若要做会成功，上主要3项代志定着来发生。认错、弥补、歹人无好尾。Frozen 2戏出来 ，Elsa、Anna 姊妹仔两个去找找英国的真相，亲嘴讲出因阿公老国王当年对原住民做的代志是毋对的。
这叫做认错。Frozen 2戏出来，安那了解到真相了后，亲身冒险，生遐石头奇人牵石头，甲因阿公老国王起来要陷害原住民的水库，甲敲破，这叫做弥补。Frozen 2戏出来，阿公老国王甲原住民摔后炮，毋过伊本人嘛死伫遐，无阁行出迄片树呐，这叫做歹人无好尾。就是因 Frozen 2甲认错、弥补。歹人无好尾，这三项拢做甲糟糕，因才会用咧甲士大做歹人，子孙做好人这款主题来处理好势，做出一个元气百足、有赞言的欢喜大结局。即马咱提供这三项标准来检验台湾优格好来乌。乌出的剧情当中，甲观众小解释当时，中华民国政府为着要压迫台湾人的台语电影所做的种种的政策。毋过，压迫者迄边，女主角甲因将军老爸，有人亲嘴讲一句遐政策毋对无？无，乌出剧情无认错。乌出的剧情甲政策来压迫，造成台湾人电影界正人事业失败、人家散体、艰苦解度等等的情形拢搬出来。毋过，压迫者迄边，女主角甲因将军老爸，有人出来讲要取消遐政策，要弥补受害者的损失无？无，乌出剧情无弥补。乌出剧情当中上大仙，嘛是唯一一仙歹人大魔王，实名者的代表，权力的象征，规出高高的一个毋免讲别人的语言，上悬上大尾，互人袂反抗的迄个将军。剧组有安排这个角色担起伊的道德责任，互伊死于非命无？无，乌出剧情无歹人无好尾这回事。乌出剧情认错、弥补、歹人无好尾这三项招无，因呈现出来是啥款的价值观呢？是只要你做一个好老爸，迫害别人的语言，灭无别人的文化，拢无要紧。这款天地颠倒变的价值观。德国人若看一出电影，剧情是讲希特勒是好翁婿、好老爸，伊迫害犹太人无要紧，拢免负责。德国人会安怎？德国人会甲剧组配喙烂。美国人若看一出电影，剧情讲罗丽子是好翁婿、好老爸，伊苦毒遐乌人奴才，拢无要紧，拢免负责。美国人会安怎？美国人会甲剧组配喙烂。人若看一出电影，剧情是讲主角是好翁婿、好老爸，伊迫害同性恋，无要紧，拢免负责。人会安怎？人会甲剧组配喙烂。安尼今仔日我看一出戏，剧情是将军是好老爸，伊迫害台湾话，拢无要紧，拢免负责。我做一个台湾人，我甲剧组配喙烂，敢有倒位无应该？咱来设想看卖，甲 Frozen 2的剧情来改编。因两姊妹啊，拒绝承认因阿公老国王有做毋对代志，水库无甲敲破，阿公老国王甲原住民杀死了后，伊本人煞幸福快乐过一世人。这款傲戏有啥人要看？甲认错、弥补、歹人无好尾三项拢总太现实了后 ，Frozen 2变做啥款？变一部戏。台湾有个好莱坞目前结局咧处理的手法，煞正就是安尼，就是一部戏。台湾有个好莱坞的剧组，恁若有看到我即块影片，请恁甲结局小改一下，甲认错、弥补、歹人无好尾这三项要素拢甲补起来。这毋是台语的问题，是善恶是非袂用得无分明的问题。请咱大家好好来想看卖，小善用咧拄大恶，这敢是咱想要教互厝内事实的价值观？咱敢要互囡仔认为讲，只要我对厝内人好，天理公义就拢免顾，迫害外人就拢免负责。啊，若毋是安尼，请咱甲即块影片献互身躯边捌看过，也是对舞台剧有趣味，暗算有要去看台湾有个好莱坞的朋友，莫互咱即款歪曲的价值观，搁再传出去。我又搁讲翻头，我嘛着爱讲一句，我是真感谢咱剧组，愿意伫中语霸权的大环境当中，做一出台语的比例遮尔啊悬的舞台剧。对阮即款已经完全戒除中国语、毋愿看中国语戏的人来讲，恁的努力、恁的拍拼是有真重大的意义。我捌参加一出电影的制作，我知影即马中华民国演员因台语平均的程度是有偌落，我知影恁的坚持有偌尔无简单。讲一句实的，恁辛苦啊！毋过，
嘛着请恁谅情我。做三好袂用你拄一摆，这话我无讲出来，正经是袂用你。